Hello，我係 Y Y，今集嘅內容有啲長，但係有幾個人嘅，歡迎翻嚟《哲學藏着困局鎖匙》第4集。曾經咧，我身邊所有人咧都會覺得我係一個好聽話、好懂事、好盡責嘅好人。我聽完咧，心裏面咧第一個反應係，我都想做衰人噶。但係今日呢集咧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關於80後嘅故事。父母要佢讀啲乜嘢，身邊嘅人期望佢幾多歲結婚、生仔，職場同家庭要佢扮演一啲乜嘢嘅角色，佢全部照單全收。佢從來唔敢拒絕人，永遠將人哋嘅需求放喺第一位。10幾年前，當佢成為一個全職嘅媽媽，佢每日圍住家庭、細路、瑣碎事，背負住做一個好媽媽、好妻子嘅重擔。日子日日咁過，佢發現內心極度空洞。佢完全揾唔到自己存在嘅價值，甚至乎好驚講出佢真正嘅感受，因為由細到大，家庭、社會教識佢呢啲叫做負責任。直到佢讀到我今集想講嘅尼采精神三變，佢係一個偉大嘅德國哲學家。佢最著名嘅著作咧，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，好長啊！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裏邊提出一個非常經典嘅概念，叫做精神三變啊！我哋聽下究竟點變化。尼采認為一個人嘅靈魂演變同埋覺醒會經歷3個階段：駱駝、獅子同埋嬰兒。第一個階段，駱駝。駱駝嘅特徵咧就係跪喺沙漠裏邊，背負着極沉重嘅行李啊！口頭禪咧就係我應該。我諗絕大多數嘅人咧，前半生咧都活得好似一個駱駝咁樣。我哋背負住父母嘅期待、社會嘅標準、人哋嘅評價，一步一腳印咁樣喺沙漠裏邊捱日子，覺得呢啲就係命。其實嗰個80後就係我。當時嘅我咧，我好赫然發現自己喺生活裏邊，正正就係尼采講嗰個駱駝啊，唔係嗰個，係嗰隻。尼采話：如果你唔想被身上嘅重擔拖垮你，你必須完成第2次嘅蛻變，就係變成一隻獅子啊！獅子嘅特徵咧就係勇敢咁樣咆哮，佢嘅口頭禪咧就係我想要。佢勇敢對所有壓喺佢身上嘅外在權威講一聲 no。嗰一刻，我下定決心改變，我要做一隻可以保護自己、有選擇嘅獅子。我開始學識拒絕一啲冇意義嘅內耗，開始瘋狂閱讀，學習腦神經科學、心理學，重新揾翻自己人生嘅主導權，真心爽啊！所以呢個 channel 咧就係想做到獨樂樂不如眾樂樂。我哋講翻尼采先啦，最厲害咧就係第3個階段啊，就係嬰兒啊。嬰兒代表住全新嘅開始，一個好純粹嘅玩樂，冇邊無際嘅創造力。當我哋唔再背負住駱駝嘅重擔，亦都唔需要做獅子嗰種武裝去對抗呢個世界。我哋大腦意識咧重新設定咗我哋想要嘅身份，重新揾翻探索世界快樂同埋內在嘅平靜，一種好自由嘅感覺，你先可以真正變成一個嬰兒。今日同大家分享我呢個故事，想用我走過嘅經歷同大家講，你唔需要一世當一隻默默背負重擔嘅駱駝。如果連我一個曾經失去存在感嘅全職媽媽，都可以透過察覺系統化嘅學習，將身上嘅包袱一個一個咁樣卸下，重新重塑自己嘅人生，你絕對可以。如果你都覺得身上孭住太多人哋俾你嘅期望，已經活到好攰啦，唔知點樣可以揾翻屬於自己嘅節奏，想體驗一下重新揾翻好似一個 BB 嬰兒期嗰種充滿可能性嘅自己，喺下面或者 DM 留言身份意識重塑，我會將資料 send 俾你。我哋下期借腦升級再見。